怎样述看客家苗路考验？2月1日新闻，2026台北国际书展2月3号举办。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节表示，透过国际书展，老主题国规划，本民众唔是出国，就做得理解无共用国家嘅文化，深化国际交流嘅意义，同時強調推廣閱讀對培養青年嘅未來，老提升國家競爭力嘅重要性。今年書展主題係閱讀太精彩，主題國係泰國，客家委員會第2擺參加書展，設立客家館、客演上，顧主委表示。參展嘅目的，除係呈現客委會1年來嘅客家文學成果，咩分享未來嘅發展方向，包括出版展品製作全輯，留意理橋海一山鋪橋，同時透過年通日誌同國小教材，灌係太多嘅後生人認識文學。客委會咩持續推動客家文學語言化，規劃推出有聲書，也進一步在以為繪本、漫畫、老樣式作品。書展期間，透過文學沙龍、主題展題同跨域展演，展出差唔多1500本書，呈現客家文學老文化跨時代嘅生命力。以上係客家苗路考驗嘅報道。接下來要教大家今本日嘅2月1日就是書展，阿爸當好去書展，唔好為忙啊，下2擺將來了。